地方有故人的住伫山里，平时想起故人的恩惠，忽然天大开，灿烂光明满天，千千万万的星辰闪烁伫黑暗暝。今仔日有救主有恁出世，星辰在宣告救主降临吗？毋是，一定毋是星辰，是天上阳光灿烂满天。伊就是主基督，主基督，哪有可能？即个就是记号。你要找到一个婴仔，用布包要困伫马槽里。这个记号对上帝遐来的吗？是啊，对上帝遐来的，阳光归伫至高上帝，会将和平归伫主所欢喜的人。就伫遐，伫黑暗甲光明中，因找着伊，就是圣婴儿，基督救世主。